以在地文化推广到国际化为理念的淡市国星级酒店，对2014年李总经理嘉玲高达，除了经营家有声有色，今年度开始为了展现上届新鲜在地顶级料理，对今仔开始除了甲台南沿海渔船客座推出了365海称号计划，也就是有专属的渔船将沿海港口作为饭店的副地。以大海就是饭店称号的概念，所有海产拢是透早直送，要让消费者逐天吃到上鲜的料理。我们还是秉持着接地气这个原则，因为我们品牌的精神是要跟在地共生共荣。那么所以我们强调一直在寻找在地的一些食材或元素，那让它的呈现是国际化。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扩大到所谓的这个渔获的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结合了安平港还有新达港的一些船家，那么我们把这个台南外海这些港口当作是我们食材的腹地，把大海当作是我们台南经营的仓库，所以未来1年365天，天天到台南经营来吃饭。不管在中餐还是西餐，我们都可以享用到最新鲜的这个食材。那么我们不同的师傅烹调的这个不同的有特色的这个料理。那除此之外的话，现在食安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们也特别找了在家里的元气家农场。他们是无毒的一个栽种，那我们大量运用这些蔬果，也放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料理里面。那希望这样子接地气的这个方向，然后呢，能够把我们台南这些美好的这些食材还有元素推广到全台湾还有全世界。国星级饭店今年度的机会，甲咱家里的有机无毒农作的新品发表会，除了媒体，也有各界贵宾参与，真霸气的将海产甲蔬果结合，就希望用下境者的台南人甲所有旅客，拢当伫酒店内品尝到丰富多元的健康饮食。第一新闻馆及郭博义采访报道。BB 宽屏120枚，每月只要888，让你极速爽标网，办再送1000元购物金，快拨打电话订购，送行412881，3冠网412833。